中华民国生日今年受邀请来观礼贵宾，拢有摕到今年的纪念礼品，拢是用台湾制造用品，亲像滚水罐、手巾啊、帽啊等等，大家拢学了，讲真水真介意。民国114年的双十典礼真热烈，透早就有真侪受到邀请的贵宾提早到位，收到国庆礼包，随摕出来用。亲像民众头壳顶戴的这顶帽啊，就是今年国庆礼包内面的其中一项，内底阁有国旗、滚水罐、手巾仔、喙罨等等，全拢是台湾设计、台湾制造，摕到的民众拢真喜意。水干啊吼，材质吼足好诶，触感足好诶，嘿，咱的迄个双十国庆的这个标志啊，标志吼足好看诶，配色嘛足水诶，嘿，这个迄个手巾啊，摸起来吼，迄个手感啊，甲迄个材质拢足好诶，我足介意诶。我觉得蛮好的，对，蛮有具代表性，对，也有国旗。有民众的清茶专工展现国旗的元素。因为10月初10，除了是咱国家的生日，也是伊的生日。为我妈妈母难日庆祝她老人家身体健康，然后还有我们全国、全世界也是无灾无难，希望每一个人都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，永远的幸福快乐。国庆节快乐！也有民众热情摕国旗画挺台湾，搁专工对国外转来参加。阮是大阪的同乡会。一起回来庆祝国庆。一年一届的双十典礼，除了有精彩的表演，也有各界展现对国家的爱。展现总统赖清德伫国庆演说当中讲的：“台湾是全体台湾人的台湾。”记者陈新龙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